其情，使我治一切罪障，堕犯诸故，解等清净，念完忏悔文。那么这一章呢，就是相当于是忏悔文的部分。在念忏悔文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想起我们前面的所学习的所有一切这些道理，都是在这个中间都是要用得到的。我们就是念修金刚萨埵的过程和念修这个忏悔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用上。接着上师金刚萨埵和什么和颜悦色的说。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我们前面一开始坐下来开始做金刚萨埵共修的时候，修持的时候呢，我们观想金刚萨埵在头顶上嘛，对不对？但这个时候他的表情不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但那个时候他的表情呢，就有点比较不开心的对你有点那种不开心的这种的一个状态嘛，对不对？那金刚萨埵佛就是佛本身来说的，当然没有在这种就是要开心与不开心的这种，佛永远都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慈悲的一个这样的像。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自己的造的业是太重了，所以呢，就我看到的佛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自己的习气的跟业障的关系呢，就是我看到的就比较不是那么开心的，就是不是那么怎么说呢，那个欢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金刚萨埵。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是发露忏悔，已经忏悔圆满了，那金刚萨埵的样子也是完全变了，他的怎么说呢，表情也是相当就是对你就是特别亲切也特别慈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说善男子，那这个部分来说呢，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修行人都是男生嘛，所以就是善男子，女生可以想善女子，就这样可以想，这个事实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课本里面没有提说善女子，只有写一个善男子嘛，对不对？你所违犯的一切罪障都已清净，如此是于开始后，上师金刚萨埵化为光融入自己体内。所以金刚萨埵一这样说了，同时呢，就是也是把整个的金刚萨埵的身体呢，就是化为光，那么融入了自己的身体，以此为缘，自己变成了与前所观相同的金刚萨埵尊。我们前面就是在金刚萨埵观想自己的头顶上的样子一模一样的，现在呢就是自己的身体就变成了金刚萨埵的本尊金刚萨埵的身体。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观想自己就是自己嘛，然后金刚萨埵在我们的头顶上嘛，对不对？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观想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在以怎么说呢，从金刚萨埵的身上流出的所有的甘露都进入了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对。那这个甘露是有颜色的，对吧？那就是白色的，如同牛奶一般的甘露都融入了自己的身体，通过自己的中脉跟4个脉轮的脉斑，然后进入了整个的身体。那身体的上下内外全部都变成清净透明，如果是一个水晶的宝瓶中装满了牛奶一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一个身体，对不对？对。那么这个时候呢，金刚萨埵也非常欢喜的就给我们说，那你的所有的业障都已经清净了，同时呢，金刚萨埵就融入了自己的身体里面，融入了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自己的身体就是变成了金刚萨埵本尊，现空犹如镜中之影像，观想心见什么？点戒之时的叶轮上，中央是蓝色的红子，
Home 前面的是白色的嗡字，右边是黄色的班扎，后面是红色的萨字，左边是绿色的舵字，然后念诵 Om Banza Sato Home。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前面第一次呢，就是我们念诵白字米的前面呢，就是我们相当就是前面就怎么说呢？如果一个怎么说呢，戒指压成边的一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叶轮，观想在金刚萨埵的心剑，对不对？金刚萨埵佛父佛母双印象的心剑。那么这个上面就是有白字眉呢，就是咒轮，就是围绕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右旋的，就是站在叶轮上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观想自己的心剑，因为自己是金刚萨埵，对吧？对。自己金刚萨埵的变成金刚萨埵的以这样的一个本尊的怎么说呢？一个观想后呢，我们就是同样的观想自己的心剑，就是在叶轮上面呢，就是叶轮的中央，那就是吽字然后前面呢就是吽字，然后右边是班扎字，后面呢就是红色的萨字，然后再怎么说呢？左边呢就是绿色的舵字然后这个怎么说呢？6个字呢，就是在前后左右中间以这样的5个地方因为本身那个金刚萨埵的咒呢，就是 Om Banza Sato Hum， 就6个字。但是呢，就是 Banza 在一起 ，Banza 2个字在一起的情况下，那就是5个地方，5个方向，中央、前后、左右就5个方向，然后以这样的一个一个咒轮同时观想。然后前面呢，我们这个来说到，就是做功课的过程当中，念完白字眉后的，那我们要念 Om Banza Sato Hum 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是嘴里念诵 Om Banza Sato H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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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多长时间，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同时要观想，从五支放射出白、黄、红、绿、蓝5色光的顶端有嬉戏天女等供养天女，回属淡出8吉祥，回龙王7宝，反闪、宝床、华盖、千佛金轮，右旋海牢等无量供品，供养居于十方之广大无边不可思议萨埵中的诸佛菩萨。那这个上面呢，我们就是前面要观想自己成为金刚萨埵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怎么说呢，明空无别的这个方面，就是本身也这里有提到嘛，但这个上面呢，我们就也没有特别的解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所谓的明空无别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肉体的众生，对吧？对。但是我们就是现在已经是变成了金刚萨埵的时候呢，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达到这种清净观就是自身本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清净观不是在充满烦恼的这样的一个肉体的身语意那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身语意充满烦恼的一个肉体众生，我们是已经充满智慧的一个本尊金刚萨埵。所以我们在修持 Om Banza Sato Hum 的这个时候呢，在5个字就是同时放出各种字上面呢，就是同样的颜色的光，白色、蓝色、绿色
黄色、红色以这样的一个不同的5个光那各种各样的光，那么就是当然，因为各种各样的许多光的意思是什么呢？5个字不是只有5个光吗？这样去想的话，那我们要知道，白色有很多种的白色，蓝色有很多种的蓝色，绿色也有很多种的绿色，所以100个光，100种的光都是变成5种部分的光，以同样的这样去想，所以就是圆满的，非常非常张眼无比的光。然后光呢，就是放出去，光射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先向上，那么在光的上面呢，就有16种天女等许多非常美丽的天女，然后就是手中带着各种各样圆满的我们所想到的所有一切人天的一切供品同时也是可以观想自己所喜欢的所有一切好的供品都可以观想出来，然后就供养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自本作人着康中